在流家巷，撞着迄个小姑娘，只是叫阮暗行伊，又来动阮心忧愁。到底伊为怎样会来变成这个模样？不知啥人耽误伊的宝贵青春，束缚着伊的自由。早前双人也细汉，暝日做阵心欢喜。伊有一对乌目睛，时常对人显娇媚。到底伊为怎样会来坠落这个火坑？现在想起，因阮生出年少的心，珠泪滴落出目镜。又来流家巷，想要甲伊再见面，因何一时找无伊，又来因阮像失心。到底伊为怎样会来惊阮甲伊做阵？明知男性对你抱着美丽希望，甘愿来予人看轻？